202604甲日晴天台灣族群的影展，日前佇台南成功影城正式來開幕，包括行政院客委會綜合管理處的處長黃瑞元、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陳新宇，以及影展的策展人甲日導演攏到場出席，為影展來揭開序幕。我們的多元族群影展今天是第3屆，我們就很希望透過聲音和影像，讓大家可以接觸到，不只是客家，是在這個城市這個島，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在這邊生活。我們其實對互相的理解其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管是從大陸來的，不管是從東南亞來的，也許是移工，也許是不同的族群在這邊生活。其實我們互相的理解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多元族群影展這樣的方式，透過大家最可以接受的方式，來看到不同的族群在這邊是怎麼生活。也許在不同的片子裡面，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這幾年我們也看得到，就是這樣的一個族群議題，的確在電影圈，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有在關注，包含我們的移工啦、新住民啦，然後包含這個像今年我們也有談到老兵，還有呢這個老兵的這個遺孀來自中國的這個配偶的這些生存權的問題。那其實重點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一個比較親近的看電影的方式，然後呢我們在映後其實都會邀請這些影人來到台南，然後讓跟大家呢一起呢面對面的來做一些討論跟分享。由市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舉辦台灣族群的影展，今年已經邁入第3檔。今年總共經了17部的影片，主題涵蓋客家、閩南、原住民甲新住民等議題，希望透過影像帶領民眾看見無同族群的生命故事。以今年的開幕片以着作家李朝的生命歷程為主軸，透過閱讀、書寫甲音樂等日常的片段，呈現將生命經驗甲反抗的精神融入於文學的過程。會後，主辦單位也閣邀請影展的嘉賓羅斯龍來獻唱，並且以着無同族群的語言來教唱歌曲。影展對今日起到3月29，採取線頂的免費報名方式，歡迎對着電影有興趣的民眾會用踴躍報名，透過電影影像看見族群的故事，並且聽見台灣的聲音。台南新聞綜合報道。